在新北市永高的飞亚博物馆，最近推出个人的导览服务，民众只要拿手机扫展览品的 QR code， 就会有语音导览的服务，而且还有台语、甲客语等等无同款的语言会当听哦。飞亚甲台湾古早生活关系密切，食饭的碗盘、困的枕头、厨房的文具等等，拢会用到。用台语解说飞亚的用途，民众只要摕着家己的手机扫语音导览的牌就会当听真人录音小解展品内容。那早期的话，我们博物馆也有提供租借的语音导览的部分。那因为有关于比较卫生的一个方面或防疫的方面，我们尤其在今年特别的一个推出，我们用自己的手机载体。博物馆表示，即种透过个人手机收听的导览，有8种语言版本，除了华语、台语、客语，嘛有手语。老师录好影片，协助听力障碍的朋友，另外手机内底的说明嘛通留落来。它除了声音之外，那还有影像，那还有文字的一个内容。那这些对于观众朋友来讲，除了在这边看展品听说明之外呢，这些影像跟图片、声音，甚至回到家里都还可以反复的一个聆听。博物馆指出，民众来到这，通用家己的节奏来参观，避免客做伙，嘛通吸收专业的技术知识。记者陈亚文、徐凯、张若水新北报道。